我区举办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会，此次招聘会共有110家企业参加，提供了2000多个岗位。就已经7年了，有个退伍军人群，这里面发了平台过来了解一下，希望找到合适的工作。我是一名退伍军人的家属，通过手机短信平台推送，了解到今天这里有招聘，想过来了解一下，看有没有自己心仪的工作。招聘企业通过参与招聘会，在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同时，也为退役军人军属提供就业机会，提高就业几率。上次我们军人专场招聘会，我们录用了20余名退伍军人。今天专场招聘会投递我们的目前已有30多名退伍军人，我们这边呢尽量为他们解决就业岗位。为推动新时代退役军人高效充分就业，自治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立足本职，牢牢树立就业是最大的民生，稳就业是6稳之首的理念。通过搭建退役军人招聘平台，切实解决退役军人军属的就业需求，扎实做好退役军人的稳就业、保民生工作。搭建就业平台，拓宽就业渠道，为拥军优属做贡献，提高退役军人的幸福感、获得感。